各位朋友，我係張超雄，喺我隔離呢位呢係羅偉祥，係啦，阿羅偉祥，你而家算係四肢癱瘓人士啦，咁你其實四肢都控制唔到，但係呢，你又做嘢嘅喎，你有做過呢個工場導師啦，又做過保險業嘅推銷員，咁譬如話而家最低工資啦，對於傷殘人士就業啊，而家話吹風呢就話豁免，咁會唔會有問題呢？梗係唔得啦！香港連就業配額制都冇，咁就算傷殘人士揾到工，連最低工資嘅保障都冇，咁我覺得就一定唔得啦。但係羅偉祥，而家個講法咧就係如果有最低工資咧，啲老闆就話：哇！我出得咁嘅人工，我唔請傷殘人士咯，我揾個會行會走嘅，咁你傷殘人士咪冇工做咯。咁所以如果有最低工資咧，咪害咗呢個傷殘人士咯。其實我覺得香港應該有一套好嘅評估機制，由香港自己本身去做好佢嘅。咁我覺得就呢個評估機制要聽多啲殘疾人士嘅聲音，同埋多啲去討論。所以嚟緊呢個討論呢係非常重要嘅。我覺得就應該大家出嚟講多啲。羅偉祥，你講得啱㗎，我哋應該多啲討論。嚟緊，我哋喺11月22號呢，有一個研討會，個題目就係最低工資殘疾人士有冇份呢？我哋就希望大家出嚟講下最低工資對殘疾人士嘅影響。所以11月22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呢，請嚟理工大學我哋嘅平台喺 BC201。11月22號星期六下晝2點半至4點半嘅，請大家多啲出嚟，尤其是係傷殘人士，有興趣關於我哋做工同埋最低工資嘅影響，出嚟大家一齊傾下。